接上電源後，溫度區域會顯示循環倒數效果，右邊為30分鐘沖洗時間。標誌亮起時，代表需要入水。打開背板，取出水箱，將水箱裝滿，留意水箱容量限制。裝回水箱及背板。紅燈亮起時，請等候大約5分鐘。水滴標誌亮起時就可以開始。請準備容器裝水，然後按下屏幕上任何按鈕出水。清洗期間可以見到倒數時間。按下屏幕上任何按鈕，停止出水，以便更換容器。按下屏幕上任何按鈕出水。標誌亮起時，代表需要換水。將餘水倒走。將水箱裝滿，留意水箱容量限制，按下屏幕上任何按鈕出水。繼續重複上述步驟，直至倒數位置為正常畫面，方可使用。